趋势来看，會在苗栗後龍去年在漲通車高鐵苗栗叉頭，從下當到紀錄，從紀錄採用咧日頭呢鋼鐵板，上年減少二種化碳的設施，係啲唯一一家達到全世界6建築標準的高鐵叉頭。那今年就兩座37.9公尺安重嘅超負台，在嗰個叉頭當中最重嘅。我會在下個台日兩位提啲環境。日本叉頭嘅空間到世界充滿各種嘅客家知識。高鐵去年10月嘅加開嘅苗栗站，新車站嘅規劃近日嘅現有車站愛調整嘅部分，還有將先前人客反映客人嘅報音發現唔滿意站，也擺加開嘅新三站，未介意修正過位。各位旅客唔好，歡迎坐台灣高鐵。本日茶開到走樣，祝旅途快樂。韓國從高鐵苗栗站就設計到貴有客家特色，站到別行嘅態度就確定有同化，就連天內行嘅態度，咪表現嘅苗栗傳統嘅手工藝意象。我們的一些地磚或者是我們的橫梁上面都可以看到這些編織的意象，那這個部分是在其他車站看不到的，所以這部分在我們車站的這個建築元素裡面，其實已經把客家這個精神有融入在我們的建築裡面了。照台灣高鐵公司統計資料看得出，苗栗站通車到今，一日托運大概有2400人次出入，對台北到苗栗平常時有690人次，2日有1324人次。客家對高雄到苗栗平常時349人次，2日就有636人次。茶站度行看得到，民眾就看等行談種菜，行過一台長菜來炒茶味。也對到苗栗出入嘅民眾來講，加開嘅高鐵站可是加貴利便。之前有時候要開車過來哦，那從苗栗其實是相當不方便的地方哦。當然，它增加我們那個停下來的這個意願啊，就是我們覺得下來苗栗玩一玩，再坐高鐵到其他地方都會方便很多。到南部的交通，他們會覺得比較相對要花比較長久的時間。那現在有高鐵之後，他們去到高雄只要1個多小時。所以我們目前從開到現在為止，去到南部的團體非常非常的踴躍。去到高鐵苗栗站，唔但搶到啲炒茶位，咪又高又意義。年29前，茶站度就有一場客家鐵站，按日下1點鐘搶一瓶松南下北嘅茶汁，愛等茶杯民眾就有好食好時間。咪有一道附近嘅客家大禮，就等等來參觀。因為是新蓋的站，然後想說就是帶小朋友來參觀，然後學一下怎麼搭高鐵這樣。像小姐就是有介紹如何看那個車次啊，然後買票怎麼選擇什麼的。不過新茶站還係有愛調整的素材，像係有人客反映，講茶不用多站嘅廣播播音，聽起來唔係幾清楚。台灣高鐵公司就回應講，因為苗栗站太淡，設計係較高位，茶站播音放送器就不用啲過高位素材，也下站方已經開始處理，希望為提供人客行過好嘅服務。客家新聞，大家以陳欣怡苗栗報道。